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25，罗马书8章24节安尼讲：因为咱若靠这款愿望得到救，看会到的愿望，毋是愿望；看会到的，哪着愿望？三甲来祈祷，赐阮生命愿望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永活的上帝，你是享受丰盛活命的主宰，你是拣调阮成做你的儿女，佮属下永无改变的应允的天父，因为伫你有永生的愿望，既然相信你，佮接受你的拣调的，要得到这个福分，我要感谢阿罗你无煞，主啊！阮常常伫看会到的代志、看会到的人中间来敲找愿望，阮将看会到的愿望当作愿望，最后一切变成空空，无愿望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。所要看的是迄个看袂到的愿望，是永远无改变的永活愿望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。每一天来调见伊的面，也存着永活愿望，互咱凭着信心来跑走头前的路。就咱的主，会将这个永生的活命甲愿望来赏赐互咱。互咱有对天来的平安甲欢喜，愿主时刻甲你三角基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